近年香港人越嚟越重視自己嘅健康，點樣養生成為咗熱門嘅話題。喺中醫學裏邊提出咗唔同嘅養生方法，其中包括飲食養生、運動養生等等。無論用咩方法養生，其實最終嘅目的都係要保養好肝腎。腎藏精，而腎精係生命嘅根本，腎氣充盈，身體自然會好啦。而家就介紹兩種保養肝腎嘅方法，分別就係貼長弓同埋搓湧泉。貼長弓鍛煉嘅係腰部，以練腎氣為主，腎氣足則精氣足，對心肝脾肺各個臟腑都有好處。貼長弓睇嚟似簡單，但係啱啱開始嘅時候係有難度嘅，主要呢就係腎氣不足嘅人，因為佢哋唔夠力踎得穩，起立乏力，重心呢容易向後傾倒而倒地嘅。而家就向大家示範一下。首先，面長而立，心情放鬆，兩腳拍埋，重心落喺前腳掌上，雙手自然下垂，腳尖、鼻尖都要貼長。重點係鼻尖貼長，慢慢咁樣踎低，直到雙腿徹底彎曲。完全踎低或者到可以做到嘅極限，雙臂抱住下樽嘅雙腿，意念喺腰背，所以腰背呢要盡量放鬆，鼻尖依舊貼長，身體緩慢咁樣起身，直到完全直立。下樽站起嘅時候，意念呢就喺百會頭頂嘅正中間，將身體上提起嚟，注意下樽時要吸氣，站立時要呼氣，重複起立嘅動作。大約9至30次。初學者未必一開始就係做到標準嘅姿勢，但係唔緊要，可以先喺腳踭墊一本口書，咁樣就可以降低動作嘅難度，亦都可以根據自己身體嘅狀況，腳尖可以先離開牆，或者兩腳分開以降低難度。搓湧泉係通過按摩湧泉穴去加強腎經嘅氣血運行，達到強腎固本嘅目的嘅。湧泉穴係足少陰腎經嘅第一個穴，位於腳底中間嘅凹陷處，即係腳掌嘅前1/3。點樣去搓湧泉穴呢？就係用手心嘅勞宮穴去搓擦湧泉穴，動作非常簡單易做，由腳踭來回咁樣搓向湧泉穴，左右腳都要搓，搓到有熱感或者100下左右啦。注意事項，喺按摩嘅時候呢，意念係放喺湧泉，大約2秒鐘一次，宜慢不宜快，最好喺臨瞓之前做啦，仲要留意血壓嘅變化喎。雖然鍛煉貼長弓、搓湧泉並非能夠治百病，但係我哋只需要抱住唔迷信、唔急功近利、腳踏實地、持之以恆咁樣鍛煉呢個功法，必定能夠通過補益肝腎帶來強身健體、延年益壽之效嘅。總而言之，天天勤練功，保健養生必成功。